化生活冲突，我们讲的是国家体制对原住民族的摧残，所以要分得清楚检讨民生。所以应该是很多原住民跟很多汉人族群之类的东西，台湾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所以我台湾讲的是古早时代民间对民间的械斗，民间势力的汉人对民间势力的原住民的冲突。后来官方强调这个方面来种，国家体制是不一样的。好，那讲到官就想到官兵部分，这我没什么这样子。如果讲228是那个官兵民法，大家有什么感觉？为什么觉得这是对的啊？它就是官兵民法嘛，就腐败啊，所以民间的起来抵抗它。我会讲的什么？我先讲，我不期待各位听得懂在讲什么，因为我不太知道怎么讲这个东西。官兵民法的意思是你承认这一个官的位阶，然后他紫色的，然后他逼民版，第一版吼，那我无第六按照迄阵的态势，中华民国是代表政府，我们是代表地的人民，他是在屠杀代表地的人民。嘿，咱们讲他屠杀自己中国属地里面的一个国家，讲那国际法对嘛，国际法的话，以前我有朋友讲的，我会去查证啊，伊讲228迄阵的行为，其实是跨国屠杀。迄阵台湾人的日本籍先民回那个东西好像还没有完全承认落地，这个我看电脑我听人讲的。所以后来我才讲，显然我有一个理工，你不能把你不可以把228简化成官兵民法，这个很像是内政问题，这也是思想问题。所以咱头前讲原住民，因为台湾要真做成什么款的国家哦，这问题怎么想？这问题怎么想？第一步。爱甲很大的问题丢掉哦，你丢钱想我先打出来，我讲钱，那大家公平更多什么？就是讲我们都觉得怪怪的哦，台湾走到哪里都被打呀，可是他被打的其实是中华民国哦。你朋友啦，台湾定职某些你也会闪他，所以你要先摆脱他，大家会讲的是，你摆脱他是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不保证你后面会成功。难道就讲我今前天做嘛？我爱先运动，混头发。但是刚刚我运动混头发，我来用今天点，我可以无一点，那个是逻辑问题。但是这一步很明显你要跨出去，这是我会并且后边是这样。啊，是有道迄阵代出来，读迄个册内底嘛有。迄种我要讲的是讲著名自觉或者说民族自觉，我不要这个比较细。就讲讲著名自觉又怎么样？台澎都说要脱离中华民国代表，要建立别的国家，你要对抗中国的大头大钱，我讲不是。迄记得你若把欧西脏的跟国际的宣誓，就是我已经认清我的国际地位，我被证明下来，这是我这些所在人民自觉的结果。国际法会有它的运作，国际法的运作的成效最疯狂的太平、交、那是一样的。所以，我头我是讲到，我以为操两个比较时髦。我看有两个名词混着用，著名自觉跟民族自觉有什么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哦，民族自觉听起来很法西斯。我就听起来很过时哦，公民众哦，血统或什么，其实不是血统，是那个共同生活经验。著名自觉听起来像比较进步，反正住在这边的地方的人，大家都会怪给他的很难，然后，今仔日拿中国一边吼，迄个中共吼，中共他大发佛心，伊讲我们让吐蕃、西藏办著名自觉。看你们要独立成西藏共和国，还是继续让我们管？你觉得投票结果怎么样？继续让我们管。继续我管，你嘛想让两个地方都判刑，他也是那边的住民啊，知我意思吗？所以就共款吼，今仔日若台湾这块所在要投票讲，咱的国家制度，原住民会被稀释掉，原住民会被稀释掉。但是依然想这人的意见，所以少数族群的权利会被牺牲掉。所以我更加希望，这是我去年原读那一场，跟那个南莫他们那边，他有来当同胞对头哦。里面跟我讲过，他们注意来，所以你两天两讲民族自觉，不要急着跳起来。他没有你刻板印象来的很那么的落伍，有也是瓜理由啦吼。所以刚才圣言主给，就算是著名自觉，哎呀。杨曲的未来为什么要把进来一起讨论？毕竟你318之后的那一段时间要长，比起来的话，这种代志。那类似讲迄种人，其实我也曾经过会这样嘛，在做跟也感觉讲，你怎么可以排除那些人的意见？
但是当时你爱甲代志揪出来，要看即件代志，啥物人就来参加做伙讨论。我讲一个简单的啦，即摆要讲转型啊，莫讲转型正义这大方向，要清国民党的党产，这件事情要不要征求国民党同意？我人讲，你还是要尊重他的意见啊，好，因为你今仔日，我以前较歹的吼，法官今仔日判一个人的刑，爱判几当，到尾什么人参详，我拍他骗他讲，啊无判查，等较好办，等下好啊，啊无当判，他不会这样做啊，因为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当年的加害者，伊无资格藏在谈判桌上面，他只能在那边等我们讨论的结果。因为听好像很残忍啊无德国转型正义对纳粹的处理列都是残忍的，我超进步的啦。那现在我们台湾对中华民国就变成很残忍的催人法西斯，这种写上书课，所以我是不懂。啊，今天题目有一个认同与追寻进动。我问一个问题哦，台湾的反面是什么？台湾对立面是什么？我迄阵评论我这问题，我第一个反应是点讲，你讲不是，我台湾反面对立面上，台湾你的对立面是什么？可能有人可以啊，我的对立面我是为什么要对立面？第一个是一个你就是你自己，不需要跟谁对立来定义你自己，对哦。所以倒来讨论这个问题。即摆台湾台湾的国家认同有足大一部分，乱的是因为他建立在所谓的反认同，他只是不想当中国人而已。他其实没有想过，伊无想过讲我要当一个什么样的台湾人。你看，我无想过这个啦，所以迄叫做反认同，迄叫做反认同，那你哪里就悲哀啊？你只有反认同，所以如果今天中国因素不见了，我跟你讲，哪很主席台湾，中国讲，好，你们台湾人怎么样？我不管了，我也不会去管中华民国了。我跟你讲，霸如其霸台湾人，你讲好，那我们就不用再去管这种事情了。绝对无人会讲，咱爱建立一个中华民国国家，绝对无，因为大家拢是反认同。我讲有一个国家皇帝当年那个后来但他不会可长多久，他还是有很多党国取代关系等等之类的。所以，进动甲反进动无共，我们要追求是认同，而不是反认同。这是我希望，我家己最近拢安尼家己咧想啦吼。所以我切想后边有这个吼，所以就现在讲，独派有很多派啦。台湾民政府你知影是独派吼，他是日统、美统派，我搞不清楚。我这张图迄个路标想来它的是偏国境的吼，应该是中华征信联盟。我总给我写 pay money get monkey 户籍的当然好，还有免费啦。中华征信那个中华是不一样，再上去一点点，那是中华民国跟五星旗合在一起的大中国。要去的是你若有钱是你会当移民美国、日本、加拿大。但是我感觉对这个土地啦，上好的路就是建立跟你的情况啦，建立跟你的情况啦，所以这样就出来怎样？那就出来怎样？今天我叫无国之党都讲得对。你若认同我头拄讲的遐一寡概念你就是知影讲，即摆这个国家不是对这个所在出来，它真的是外来政权。所以讲那个国是不是我们的国？或者那个国是不是原住民的国？不是。但是我这个事伫上尾这边我要讲的，佫是一个有人会讲有一寡无政府主义者，思想讲较进步是，还有人会讲，恁这独派这些台独的人太过分，你怎么会逼人家一定要跟你一起去建一个台湾国？你怎么可以说？我希望的是，国家这个东西是罪恶的存在，国家会发动战争、大规模军事合法屠杀这种代志，有的人是反对国家的存在。那换成1、2人的数人类的历史，现代化国家是很后来才出现的东西。我要讲的是，国家体制用应该是一个过渡。对我这很浅显、很浅薄，很人类学这样，国家一定是一个过渡。国家即摆咱看迄个所谓讲一个规定法律讲法的国家体制终究会
被另外一种形式取代掉。但是呢，你去看先进各国，就是一些先进国家，因对尤其欧洲那边吼，人类发展对什么耶稣之前啊，下面一直到中世纪，下面黑暗时代，一直到近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了，一直到他妈现代化国家体系确立工业化之后，迄是人人类集体走的一条路线。我要讲的是，咱人种物件人类这个物种，它的群体成长，差咱一个人对细汉较大汉较老做像。即摆人的抗战是行到现代国家这种框架、这种运行体制，但这种运行体制不会可长可久，它消耗资源，以造成许多国际之间的什么利益的物件，伊无法度去处理个较，怎讲较深的物件，所以讲，我头讲原住民族独立吼，原住民伊的部落概念啊，然后要用我家己理解，懂我一点吼，有点像社区的概念。你一撮人，这个土地。一块啊土地，你的资源是真侪，你就会势必的发展出永续经营的方式，不会我们。人要去适应环境，跟环境做互动。原住民族各国的原住民族来说，因对这种物件，他们还有留那个地方，他们的那些东西还留着。但是现代化的大型国家一点无这种物件，我们这些人可以，外公可以刷牙，可以场应该也是的。你没有办法去跟环境达到一种互动。你没有办法依靠土地而生，你跟土地之间还有隔着一层货币制度，衣服也被趁钱，还有是给，迄些拢是给钱，袂当食，真个爱买物件来食，哦，所以我讲是台湾啊，台湾这个所在的人吼，以后台湾真正会当变动哦。我的认知是，它不见得是一个国家。他说很多国家吗？还是什么形式？怎样？中西就是咱爱经过一个现代化、类似现代化国家的迄个体制。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呢？你才有办法像现在的先进国家去思考一个现代化社会种种的人权议题，一些刑法，比如说，当挪威也是对，他那个监狱监狱比咱的观念是惩罚坏人，你就讲，除非你把那个坏人关到死，有迄个人出来一点，他还是要进入社会，所以监狱应该是一种让他重新连接回社会。一个人请来吼，就我讲，你今仔找哪个人开游戏？对，正常来讲吼，你今仔找敢会讲看到有台车伊人头驶走，正常的，你袂去抢人的物件，因为你过得去，你有你爱的朋友，你也处理的，你有跟社会，你有跟其他人连接，那个连接才是社会安全网，那个才正解就是没有连接。啊，做这样吼，所谓的地下阶层想要不管。安怎变成社会弱势？伊活袂落，伊较会去犯罪去用扣起来，扣起来你要做的代志是，从那一层再把它拉回社会的，就是你要会当重新融入社会。人活着是需要成就感的。我跟你讲，今日我哪里讲吼，你逐个拍一下图，我就无成就感。啊，佮有讲就是，所以讲起来吼，所以有等大家我要讲的是讲，台湾要成为一个现代化正常国家，咱才有机会去对比其他国家进步的那个过程，我们才能跟上这个进步的过程，我们才能从现在这种很没有人权的观念，然后到变成讲一个成熟国家。尾后吼，若有机会，这个世界开始又从现代化工业国家体制转成不一样的人类社会形态，可能我国家这种物件，咱才有机会对的超越。所以这是我后面个 Q 当然我知道这个点，所以但是我感觉建构是一个必经过程。你袂当讲我拢讲，你袂当拿还袂青春期就去跳更年期，你成长历程袂安尼吼。啊，反正遐侪世界、遐侪国家、遐侪历史那么多惨痛的血泪史在我们做参考，有机会是好好啊去想这物件。啊，所以我目的就是维度来讲一寡这种观念。刚才还多少一样哦。感谢。好，谢谢 THK。我觉得对在座可能有一些人，可能尤其是升高一嘛，会觉得哇，听到有觉得说啊，这我都知道啊，还是我今天怎么那么多议题？然后放进来之后，你觉得好像不是只有老师这样想
他是一个社会人士，应该你最后嘛是无介绍讲你到底是创啥？我本业是我业余时间下班时间做的，我本业是工程师，平时食头路，电脑投资，真的啊。他们公司做保守，所以我无本业知影真。知名度都把它高一点。所以你就发觉，工程师，然后就是平头、公台力，所以我，好，对啊，所以一开始好啦，其实第一次我看到他漫画，就一直想要说，这个人为什么叫 NHK？ 对，然后后来说THK 这样啊，最后来他发现他本人之后，原来是他的漫画就是他啊，那你就会发觉说，我真的觉得就是他的话很适合就是上课的时候来讲，而且他讲的是很多议题，不是只有反课纲这件事，他不是反课纲这件事情，然后跳出来画了一张漫画之后大家认识他，是他本来就在他的生活里头在做这件事，但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他的本业。所以早上2位就是艺术工作者，甚至还说是业余的，然后白天是做工程师。还可以做其他。对啊，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他们跟传统想象中你对艺术家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我拖延一下时间，如果问题可以趁现在。因为刚刚听完，我刚觉得有几个人嘴巴张很大，说怎么讲那么多，然后议题都是没有去想过的。我相信我今开嘴就讲台语的时候，在座一点人讲怎么用讲台语，有人听不懂怎么办？我要讲的是这是我一个朋友教我鼓励，就是讲，台语这个物件其实已经很弱势了，真的。你像我会晓讲台语的人会晓这个条，真会晓讲台语啊。台语这个物件，我要讲的是，我跟你讲啊，今日在座有人听无我咧讲啥？损失的是我的理念没有办法让你听懂，所以我是扛着有人听无我咧讲啥这种风险。我不是不尊重你哦。像我这高铁也是我有一间我做比如就坐去新竹客运，我本来逐个出差新竹客运，迄个较正歹所在，迄一整车拢阿伯阿搁一个司机迄个大哥40-50岁人，规车拢讲客话。我跟你讲，我真正听无啥有。但是我迄阵我袂感觉他们在排挤我，我迄阵就想，钟声我听着人咧讲客话啊，佮规车咧讲客话，那个才是在地的生命力。我身为一个讲河洛话台语大汉的囡仔，我想讲这物件，我讲的时阵，我咧讲啦，今仔我来用英语讲大家听有嘛是做是听，顺便练一下音听能力。我惊讲台语你也听无，其实你嘛是，我咧听讲客语嘛是，你着认真听，你加一个听的机会。我咧来讲鼓励，有个人可能伊想要听，你听过会听，可能有一波我讲一波物件，你较明显的想讲这台语在讲。今年我已经插做侪华语啊，我已经讲很多华语，我真正听无人听我。我是机器测音，我应该是规个对头包括咱台语念讲嘛。所以这个物件毋是讲啥物扶老少主义啊，是因为我是有即种的思考以后，我较坚持讲，除非今仔日规间拢是。当然会晓客语，也是迄个真正听无台语，真正听无是我的时阵，我迄个无法度，所以这是我这次我补充。所以现场有没有同学有问啊？你说。老师，我可以问一下，就是我想要问一下老师，就是刚才你讲到，就是像原住民一个部落，然后你有提到说，像如果把我们城市人放在一个前边，那我们可能饿死。那我就是你在强调它一个社区的概念跟土地有点连接。那我的问题是说，我觉得我不太懂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因为在我的想法里面，现在这个全球化的社会，其实即便是我们一个台湾，那我们也是在跟土地做连接，只是我们是用人工合作的方式。那我们现在也渐渐有人在达到永续发展，但是虽然我们没办法像部落，因为他们是一个小型的部落，他们有办法跟自然共存。那我们是像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大的环境，那我们也渐渐的在跟环境共存。那我就是不知道老师举这2个例子是想要表达些什么东西。叫老师我会不要紧。迄个首先迄个原住民，其实台湾原住民伊毋是固定伫一个所在，他们会迁徙。因这边平常的啦，总边今年向阳做大水，袂当大，就锁伫旁边。原住民的这种就
就是迁徙的那个在土上迁徙的习惯，你说这个问题。你头讲到这吼，其实就好，我头都无讲到，有个人会想这个问题吼，讲你口口声声说，我不再讲了吼，因为你口口声声说要回归自然，啊，你是不是现代化的东西你都不要用？我讲这个观念是唔对的。你哪有去找一个什么新时代精神运动，那超偏激的。新时代精神运动，你看有观念，那个一开始看就觉得是邪教啦，不过还好。我要讲是讲，正因为科技发展到这个地步。咱有较早的人无法度做的代志。我们现在有很有效率的机器，我们有很有效率的工厂，那也当这做这物件吼，那把资源很有效率转成人类可以用的东西。但是咱伫资源分配上还是有很大的问题，那个是什么经济体系的一些问题。你看我迄物件吼，我要讲的是科技问题还是要科技解决，就是讲回到跟自然共处，用一杯来讲，我就放掉现代化的东西。我举一个例子哈，现代化科技在与自然共存永续经营上扮演的角色。我举个例子，大概即马这几条情况都注重吃的安全，大概讲到在地农场、在地食材、在地食材现在你看过去啊，干人整个好要死啊，但是现在有网络运输业，在地食材现在它的破解，或者说所谓有机农业来讲啦，伊会当卖吼更较济啦。这种物件过去无科技的帮助之下，你要做这些事情是，你要发展这种新的经济模式是很难的。所以我要讲的就原住民部落，我要讲是，我们必须去尊重，我们必须先帮原住民把身上的枷锁拿掉。那你讲有一些原住民他也都都市化了，没有错，但是他们也想要回归部落去体验以前祖先留下来的东西。你要先做复健，你要先做完这个复健之后。互伊去做复健了后，咱后边还有去讨论讲，那么原住民跟土地的那个互动关系，跟我们现代化之后，其实他们讲，我们现在所谓的全球化哈，全球化也是一个议题啊。全球化其实很有问题，而且讲社区化，我觉得才是一个永续的模式，不是全球化。社区化，全球化浪费太多资源在运输上面，实质物资的运输。我咧讲好啊，你若讲你斗庄仔头有人一捆菜咧种菜，你菜20家己买，那个成本超低的啦。啊，你要这个菜要卖去中国，它光是那些关税，那个全部中间都是人为虚工啊，那个很浪费资源。所以我讲的是，透过原住民让他们回归部落之后，我们再从他们那边去看反思回来我们的借一些东西可以。嘿，好，对不起，我刚才讲这个问题，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我来讲啊，原住民族目前还处在一个被压制的状态，所以不管怎么样，第一步要先让他们不被压制，后边去补他过来取代你要先让他不被压制，这是我的想法。你不能硬要人家进来现代化工业社会体系，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起码这种运作模式，如果我们的运作模式是 OK 的，就不会有这么多环保跟经济问题。我们这个体系显然有问题，我想来讲，显然有问题，所以你要找新的模式。那个新的模式很有可能就存在于各个国内国外的，跟台湾跟非台湾的原住民族里面，而且它是势利的，它是最势利的。这是我的想法，当然不见得正确或者可行，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我可以补充一下，大概在那个什么，其实在前2天我好像有讲过，就是关于原住民的部分，很多人就会质疑说，你不是有加分，有办法就不要加分啊。可是刚刚 THK 有一张图是原住民他已经被砍断了双腿，然后政府才说我送你轮椅哦，不用感谢我，就是一个 service 这样一个傻逼鼠这样。但是其实如果换成你要不要我先夺走你的一切，然后再可怜你要吗？跟也许你的母语就是我现在说的，大家会讲，其实应该是华文啊，就是国语。那你想一想，你从小就学这个语言是你的第一语言，但是原住民呢，第二语言有办法不然大家都用第二语言来进行考试啊？那你觉得你有办法考得比原住民好吗？或者是如果你有办法考得比原住民好，那个是基于什么？是城乡的差距啊。
其实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在说，原住为什么不怎么样？你要去想说是谁造成他们这样。跟虽然我住在乡下台东，然后我在乡下的话，其实我们可能买东西不会有买东西这件事。如果就日常生活的3餐，今天可能我们家有种菜，然后当然一次收成就是很多嘛，那怎么办？吃不完的，我们就会送邻居啊。然后邻居如果种别的，他就说互相，你给我什么，那我就下次拿什么给你。所以菜可以换到什么鸡鸭鱼，然后腌制品什么。所以我们在乡下就是其实没有花钱去买东西，可是你就会发觉说，很多东西到了都市之后嘞，你要用钱去交换。那你用钱的交换就变成刚刚有讲到说，你一把菜可能在这里卖10块，可是你如果卖到中国去，在中国去，你就会加入那些运输的成本，你觉得要多少才买得到？然后我们为了要去吃到这样的东西，花更多的代价。所以刚刚其实如果说回归所谓的社区化，那应该是就是真正的在地精神。那现在大家都会说在地嘛，那其实就是过往的生活模式，而且过往生活模式可能在互相的照顾上面，也许可以体现你要说的。再啰嗦一个东西，还是比较重要的。我想的好多庄园那个鸡头，那个鸡头其实让人家不舒服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因为它太赤裸裸的呈现。我曾经看过一张图片 ，OK 哦。就是老书记，那个欧巴大沙丁皮盖头，这是什么鱼？我不知道。你看这沙丁切着沙西米啊，那个是尾鱼生鱼片，那个是鲑鱼生鱼片。我刚刚讲现代化人类跟土地环境脱节，我是讲的是这个。咱食过鱼吧，我看过鱼听了吗？跟以前有点相反。当你吃的东西、你用的东西，你没有让它跟环境连接，你不知道对倒位来时阵。你迄种那个是很优美的东西，你的消费观念，你的做这种的观念，你都会被架空。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有看过一吹，你去找那种什么食物浪费的纪录片，大卖场里面那很难都被这种也不能讲资本，就是被这种商业模式养坏的。是讲你今仔来去超市，你今仔去全联，架上拿出钱都在炒，要不然对不对？那一颗应该是挑到最后最丑的那一颗，甚至不要可以讲以3粒比较拜拜，大部分的人可以1.3粒。所以超市的运作模式，他们必须一直让上面是满价，看起来才会漂亮，看起来才会丰富，才会刺激购买。今天时间搞定又有法规的问题，法规规定你期限到什么地方，立刻先销毁，所以你用一车一车的，他这样用车掉。所以我讲，我们的运作模式跟土地脱节，我观察到的问题在这里啦。当然说，你刚问的或许是更进一步说，那可行的方向的那些东西，那个老师讲话怎么样怎样？我只是讲回归自然，跟自然重新对话，一点是爱的一条路。那跟自然对话，只剩下各个原住民族还留有那一个管道。现代化国家工业社会一天那这样根本不行啊，我们被脱离太久了。那到马尾原住民族啦，一寡人讲阿妈的，整他因对环境较敏感，因对天气较敏感，这个也是一种，补充这个。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一次谢谢 THK。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不要靠这里。然后便当在外面，我们可能休息到1点半的时候，像我是蔡立圭教授跟徐群丽老师，各位可以休息一下，有东西。